国际狮子会以服务社会、关怀弱势为成立宗旨。时常伫各种公益活动当中，也拢会当看到这群狮兄狮姐的身影。国际狮子会、300亿万雀星光狮子会、魔道狮子会、福尔摩沙长照芳疗狮子会，联合30外个分会，共同关心长辈，办理穿越时空守护记忆，陪伴长辈游古迹公益活动，做伙陪伴长辈看古迹、踅老街。这次的活动是老中青三代台南成功狮子会、麻豆狮子会与福尔摩沙狮子会一起共同主办，关怀老人、关怀明天，还有感谢我们总监的团队来一起参与。这一次非常感谢那么成功会我们欧正辉会长，以及我们麻豆会黄美惠会长，还有福尔摩沙吴庆宇会长，他们3个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穿越时空陪伴长者来游安平，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们狮子会一向的活动就是关心社区做爱心活动也感谢我们台南市所有的专分区所有的会长来协办这一次的活动。难得一撮出门，也好这长辈拢感觉到非常的欢喜，嘛真感谢狮子会活动规划。狮子会带恁出来遮行行看看的。足好足好。嘿，较早敢有来遮看过？捌来过啊。拄仔甲恁讲这有啥物故事吗？嘿。讲故事拢总有啊。真趣味啊！总感梁慧珍表示，汇聚师仪真爱服务是今年年度口号，非常感谢主协办单位以及赞助单位办理这次穿越时空守护记忆，陪伴长辈游古迹公益活动。因为透过活动，会当加强长辈认知促进甲肢体活动，嘛会当让长辈更加健康快乐。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